县政府伫个虎尾来成立研发人才的服务据点，帮高龄者引介适合的头路，嘛来解决企业欠工的危机。台九王布条啊，代表老大人人才服务站正式启用。面对目前高龄的社会，各行各业拢伫欠人，运用中高龄的劳动力，这将是上好的解决方案。身心年轻化，头脑才不会退化，这是很棒的。服务站会甲企业合作，提供适合老大人的工作机会，嘛提供辅导就业加相关的训练，促进这老大人进入劳动市场。企业界嘛表示乐观。这些大哥大姐他们的体能状况还有经验非常丰富，事实上是很适合投入职场。我觉得呢，这是补足啊我们台湾工业缺工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。希望透过老年人才服务站的成立，会使解决业界劳动人口不足的危机，嘛好这老大人会当开创新未来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